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欢迎收看4月23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土城一间饭店向开51层家当社会，就伫咧案发前10天，嘛是伫咧同一间饭店，就要向开3层来警告。警方昨是抓到3个涉案的少年人。因那新北市长的侯友宜是昨对新加坡返来了后，先赶去刑警大队遐了解办案的进度。 杨改造的长风城宿舍饭店开枪的少年人被收容，即马伫网络顶又有上新的画面。新北市长侯友宜结束新加坡访问行程，立案回国，随到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关心办案的进度。我要求警察局、刑大各分局统合专案小组，对所有的幕后犯罪集团，绝对要穷追猛打。 有一个人敢若是早就知影会开枪，徛伫无远的所在摕手机录影，警方无排除强犯，而且共这间饭店10天前也互人开枪。哪走哪连续开3枪，另外强犯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坐副驾驶座录影，而且事后也佫把影片铺喺网络顶。警方一开始无作为，互人积极结案。警方解释讲，迄当阵无报案的记录。 要啊顺线追查，日抓到3个人，拢是未成年。行路摆卡摆开就是开枪的姓朱的少年，今年才15岁，讲是红人会成员。因为不满饭店的业者想要拍因朋友的查某朋友，就找2个少年人，追十透早4点多去新北市土城，也空气前开枪。不过警方怀疑伊的讲法。他的犯案动机，我们还在调查，深入调查。那是不是跟 后面的19号或20号的枪击案有关，这个我们不排除。除了查查这件案件以外，新北市尾也阁发生2件伫大路顶开枪，敢若是离儿超袂好势，甲帮派不还手有关系。新北市治安处分队立法院国民党团日开记者会，请求行政院长陈建仁推下责任。陈建仁不要当局外人，出来统合法务部、内政部、数位部。 统合起来，全力打击犯罪。我在第一时点上就已经要求，警政署呢务必要与地方一起合作通力来做好这一个扫黑的工作。陈建仁讲，警政署已经掌控幕后的操作者，已经要求警政署甲地方政府合作，制定打击犯罪。记者综合报道。 要拼2024年的总统大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是向问到，若是明仔载国民党就甲定调，伊敢会答应？侯友宜是甲话讲啊足明，讲伊唔惊任何挑战。也那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拜六是走去台南求声势，佮有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人即马是伫咧美国。另外，鸿海郭台铭是开始全国的清疫之旅，头一站就办伫咧新竹。 如果明天就宣布征召，你会说 yes I do？ 面对所有的挑战，我毫无惧怕。若是明仔载就和国民党定招，是毋是会答应？新北市长侯友宜明确的回应讲，面对所有的挑战，拢无伫咧惊，只要是为国家、为人民，拢是伊应该做的代志。另外，这个前司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丁正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开始全台湾庆祝之路，第一站到新竹。谈判时代开始。 我们台湾的人民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科技的实力，走出一条新的中间路线。郭台铭强调，台湾唔通变做亚洲的弹药库，就要变做亚洲的科技岛。因那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被争取2024总统大会启动6战，本命区台南市是上重要的关键，拜六全台南走透透。咱大家就是讲为民主拍拼，未来才这个。 经济方面，咱大家继续做继续这个，共同为和平奋斗，咱斗阵守护台湾。民进党主席郭文哲，美东时间2日早起去双橡园会见驻美国代表萧美琴。郭文哲到位时阵，萧美琴亲自迎接，甲郭文哲握手致意。这边去华府，3边去 AIT 总部拜会美国的官员。郭文哲讲，应该见的人拢见到啊。该见的都见了，华府的行程主要还是 AIT 排的。 那我当时的态度是这样嘛？你认为我该见谁，你就叫我见嘛。因为萧美琴和外界看这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可能的副手人选，媒体正好奇2个人敢有讲到以后可能会变做竞争对手的可能性。郭文哲是讲2个人无讲到这。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的第7选区，国民党的一位提名初选，结果是台北市议员徐卡心赢过费鸿泰，确定提名参选。今民进党的台东立委初选是前立委赖坤成，赢过现任立委刘兆和。对镜头来热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2日早起就去投票。国民党立委初选费心大战，一直到最后时阵，建会拢继续伫拖手。透过关系去抢了一台车子包车，那本来要协助仅支持费鸿泰的委员的支持者上下车，会检举啦，我们是一定会的。徐卡心讲，有立场替共党的对手费鸿泰包车在党员去投票，最后的资料认定，伊是费鸿泰助选员。尽管立场认清讲是协调公车加开，不过显然徐卡心无人认为，伊直讲费鸿泰违反党章，涉嫌贿选。我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做了欢迎他去提告，不要再含糊、含沙射影的来诬陷我。对这指控，费鸿泰讲这是自谣甲抹黑，正伫考虑提出告诉。而台北市第7选区国民党立委提名，最终初选结果出来了。徐小新要在南松山跟信义区来代表中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局的选战，在国民党方面，我们也有自信，可以整合两方面。经有采取3成党员的投票，加上7成民意调查的计算，徐卡心得到51%的支持度。其中伫党员的投票，伊得到763票，险险赢费鸿泰1票。伊会代表国民党来出战信义南上山立委的选举。而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女士讲，什么人赢，什么人输，相信2个人是袂有意见，因为一直对外来对怪民进党候选人柯淑华。另外一边放炮庆祝，前立委赖坤成真欢喜，拄对民进党台东立委的初选胜出，拍败共党的现任立委刘兆和，切断对手的连任之路。已经14年没有听到鞭炮声，自己的鞭炮声了啊，真的是喜极而泣。那也在台东啊，这个脱离政坛12年了，终于让我们有机会拿到这个门票。民调结果显示，赖坤成以超过45%的支持度赢过刘兆和的37%，有机会重回国会。除了感谢支持者的收听，更加相信这是台东人真正民意。而刘兆和输去了后，也发出声明表示，结果不如预期，感觉意外，不过议员是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前一阵仔春雨拄落过，山块土马拢咸水送伊，就3个美国人的山友去爬宁高安东群山，还有请领队拢总6个人去爬，却因为中途拄着大雨，全的失均，造成一个死一失踪。另外，新北市有一个51岁义消对团去爬雪山，疑似因为高山症发作，伫山了死亡。再来是中国时报。根据上新的统计，2021年咱成年人体重、受重大考的比例，查甫的是58.8%，查某的是42.8%。就营养师提醒，个人10大食品当中有要5成是甲咱食的习惯有关系。建议每一天都要食维他命 E 瓜，嘛要补充像这咖喱香、磷素、麩素，会当预防慢性病元素物件。再来是联合报。南韩总统尹锡悦明仔载就要出发访美，甲美国总统拜登来见面。这是这10年以来头一个访美的南韩总统。北京的知情官员表示，拜登会伫峰会顶悬表明，保证会用实际措施去阻挡北韩对南韩发动核攻击。警方伫宜兰的总柜掠到做毒的工厂，内面的毒品若按照市面上价值，差不多有买10亿。有风声就讲，就是有帮派因为这件代志超袂好势。才演变做即马湘北市的乌道咧开枪咧车拼，也那警方是表示，这2件代志敢有牵连，这详细爱个调查。提铁胶弄门，冲入房间大声喊警察唔通震动。宜兰警方最近针对德联邦黄金会区域的卖毒据点进行扫动，查获毒品咖啡包173包，加彩虹粉。收进去了是吧？你这是有抽完就进去？抽一半丢进去。到 KTV 包厢一查问，宜兰警方搁较伫总围乡一间 KTV 查获毒品通缉犯1名，毒品凯他命甲含有大麻成分的混型者巧克力进行检验。
大会警力出动扫动 KTV 也进行路检，遮尔大动作原因是宜兰甲台北警方伫总围乡查获携带约10亿的毒品苗苗制度工厂了后，红社德联邦防侦会甲华山帮冲突，互相开枪报复，互治安都强定。是以双北的枪击案目前还找不到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详细的幕后原因也正待我们专案小组持续厘清中。对于敢是因为查获制毒工厂造成双北乌帮开枪冲突，宜兰警方讲，保证两岸还未找到关联性，有缘要继续厘清，会继续强化各项扫污甲缉毒工作，当作乌帮爆发金权，还予民众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刚才讲到前一阵春风的封面通过落雪了后，全台湾的水库入水超过6000万吨。不过南部的水情依然是真暗斗。水利署表示，这是因为这届封面雨水拢集中伫云林以北，南部的水库欠水依然是欠甲真吃力。拜六早时，伫台北市的大家和平公园无落雨，天气乌阴。气象局表示，礼拜到拜二因为透东北风甲东风，遮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可能会落雨，南部是以西北风为主。明天一直到礼拜二白天这一天的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水汽上都是比较偏少的一个情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都还是会有些零星飘的一个机会不过预期就是说，这个雨势上来讲，应该是不会到太大的状况至于在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则是以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然后午后的话，像是在山区以及近山区的平地可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虽然因为20的方面，台湾各地头拢有雨水，但是南部的靠岸也是无变好。22中到占本水库的水量只有7%左右，南化水库26%左右，南潭水库大概25%，延吉潭水库22%左右。水利署表示，这个方面予全台水库增加6017万吨的水，但是主要拢集中伫中部以北的地区。仁义潭跟南潭水库加起来只有30万吨的进账，增温水库加上乌山水库大概只有100万吨，非常的有限。增文跟乌山都来讲，它的蓄水率在这一波下雨之前还减少了0.2%的百分比。虽然有一点点入流量，但是用水量还是在。南部主要的水库水量无变多，电导阁变少。气象局估计25到30拢有方面会到位，不过通过的速度是真紧，雨水未有20的方面遐尔济。南部的靠岸可能要等到5月中以后的黄霜雨才有才调改善。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因为油料甲原物料拢咧起价，今年有真侪客运的车票钱嘛变贵啊！已经有买15年无起价国光客运，即阵嘛经袂调，决定要起车票钱。因那台北区监理所是表示，若是起的价数无超过核定票价上限，原则上拢会尊重业者的权利。民众伫车站内底等要坐车，受到油价、原物料这成本起价影响，今年包含家人客运这业者拢要起价，大约15年无起价国光客运即阵也挡袂调决定全面来起中长途加短途通勤路线票价，就已经甲起价物件送出核比。基本工资也提升了，油价也提升了，零组件、车体打造都提升。没有办法经得起长期的亏损了，所以这个势必要转嫁了。我们也不敢期待说政府全部来帮我们补助。核定上限里面的调整，这些都是业者的权利吧？那我们就审查它调整的是不是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那基本上业者的权利我们都会尊重。国光客运讲，短途通勤票价本来就瓦贵，核定上最票价，实际起价金额大约是1-2块。而中长途的票价虽然甲核定上最票价较有差，起价空间较大，不过为着要甲代替高铁这其他大众运输来竞争，起幅袂超过1成。乘客讲也是会去坐。大多数还是会搭国光，国光跟其他高铁比较起来，还是国光比较便宜啊。乘客一个上车，虽然是拜六，不过高雄到台中的班次却是无坐满。客运业先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所来阁面临真侪成本一直起价。就疫情较厉，坐车人也是未恢复到疫情进前。业者也希望未来两环旅游恢复了后，应对客运也是观光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咱环保署气候变迁署筹备处伫昨正式揭牌，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有去参加。伊讲，这代表讲政府针对净零排放已经踏出关键的一步。今仔企业界所关心的扣碳费。环保署是表示，会搁详细来评估，互企业界会当愿意来减碳。
行政院长陈建仁甲环保署长张子敬等官员徛伫环保署头前，做伙甲红布救落来，正式替气候变迁署丢备处揭牌。国内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路径战略都已经公布，接下来就要开工啊。踏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代表政府推动净零排放的决心。气候变迁应用会已经公布，接下来制定主法，现有人力也有48人，成立筹备处会先增补到84人，真正要补足人力，是要等到完成环境部的改组。在立法院审议的规划的人力是124人啊，明年开始如果说这些要推动征收的话，那就真的是需要到这个署的这样的一个人力。征收碳费嘛是重要的业务之一。环保署长张子敬表示，希望明年上半年完成制定费率，但款团发出1栋300甚至500块。张署长认为碳费不是财政工具，收钱不是重点，引导业者检讨才是。如果单只是讲说，一顿收多少钱，那同一个产业它很容易就直接转嫁到价格里面去，那对于产业它的减碳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作用。4日里，世界地球日，行政机关启动气候变迁行动第一步。总统离地球日或者是前后接见款团的惯例，是连续2年由总统蔡英文拍破。嘛摆互批评，唔甲款团面对面沟通的张署长是中性。伊拢拍开大门，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根据报道，全世界今年乌面腊八秀冬的数量有到6603只，创下历史新高。咱台湾嘛有记录到4228只，最后拢是集中伫台南甲嘉义。不过野鸟协会就指出，因为南部即阵咧欠水，佮加上沿海拢咧开发光电，环境的改变嘛造成因的分布出现了变化。规定的乌面腊八伫湿地找食，引来台湾的数量咧增加。根据香港观鸟会上新的报告，今年全球乌面腊八大冬数量高创新高，达到6603只，伫台湾记录到4228只。那全球增加441只，台湾占超过90%。台湾是乌面腊八上重要的大冬生产地，以台南数量上济，其次是嘉义高雄。那落水溪口有加做新泽区的实力增加200多只。西南沿岸的这些湿地跟河口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栖地保育的区域。数量各创历史纪录，也毋过存在分忧。今年南部抗旱，现有的盐田甲气温伤过大数，使得乌面腊八另外找生态地，分布更较分散和调查员，所寻的是更较困难。那西南沿海公设太阳联邦，虽然乌面腊八数量无减少，也毋过观察到分布有变化，增加烦恼天然生态地减损的可能冲击。如果说余温减少，或是盐田减少，或是沿海的一些天然栖地减少，其实都有可能会去压缩它的生存空间。栖地不能再减损了。旅游会认为数量增加虽然是好代志，也毋过袂通伤乐观。乌面腊八数量增加，生态地并无增加，也无保证明后年也是将来也会当维持。那资料也显示，本年度发现的肉毒杆菌中毒也是体弱的乌面腊八数量比以前增加，显示气候变迁甲生态地现况拢带予一个边贵物种继续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办20年的台积电艺术季是国内艺术界真重要大型艺文活动之一。除了传统戏曲、古典音乐、现代舞蹈以外，今年佮特别邀请新竹在地学生演出，嘛互新竹这座科技城是加添未少艺术气味。是人工智能，塞巴斯汀、亚历山大、多米尼克、彼得洛夫、肖夫斯基、马克西米利安、尼古拉斯、巴比西蒙、弗里德里希，名字也太长了吧！台电表演趣味搭喙果。内容是咧讲到现在上流行的 AI 科技，除了早来方便，有当时买抓出笑亏。在相声里面唱戏曲节目，那么此外呢，我们也将会有主板的传承，年轻人18岁的年轻人打主板快书讲唱。传统的故事，还有新竹在地学生的现代艺术表演。自2003年开始所举办的台积电艺术季，过去2年受疫情影响，规模缩小。今年拄好是满20周年，准备在新竹地区办40场的艺文演出。希望这个在我们的社会上头，对这个人文活动、艺术活动能够充实一下自己，不要被这个其他的事情所污染。除了我们科技的工作也已经很辛苦了，精神上、这个文化上
有一点放松的感觉。活动阁邀请柏林爱乐以及出名的拜奥林音乐家曾宇谦演出，而且安排曾宇谦亲身指导高中音乐班学生，希望和充满科技的新德城加添艺术教育。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4月2日开始，就是穆斯林的开斋节，就亲像咱的过年同款。因为今年的开斋节是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各地穆斯林已经真久无遐尔欢喜啊。但是，就伫咧即马咧发生内战的苏丹，虽然已经宣布暂停冲突72点钟，不过首都也是一定有唱声咧传出来。开斋节第一天，苏丹的首都科图姆市区无啥人，只敢若看到一寡民众拖行李、用行或者是开车，赶紧离开可能会发生战争的所在。A lot of people that I hear from, they're leaving Khartoum, they're going to like a nearby state. It's much safer there. 苏丹军方分裂正做两个军事镇压所引起的冲突已经持续一礼拜，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人，有3000多人受伤。军方宣布开斋节停火72点钟久，不过科图姆依然听到庆声，民众惊出门有危险，拢秘伫咧厝内，完全无开斋节欢乐的气氛。其他的穆斯林世界2月开始迎接疫情解封了第一个恢复正常的开斋节。2022年世界杯卡球赛馆场之一的卡达教育城体育馆要办开斋节活动。估计有15000位穆斯林参加这场开斋活动。Reminds us to appreciate these special moments of being together, a human family. 伫咧印度，几多百位穆斯林伫咧境内上大的加马清真寺过开斋节。有全世界上侪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印尼，2日伫咧雅加达的阿兹哈清真寺办审理会，几多千人来参加。另外，伫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真侪穆斯林也伫艾格萨清真寺参加祝祷仪式。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كل عام وانتم طيبين بمناسبة عيد الفطر المبارك. 阿拉伯的太空人尼亚迪伫国际太空站录开斋节祝福。影片内面，尼亚迪伫咧无动力的状态，身躯边还佫一只红仔。伊讲，伊甲这只红仔2个人为了开斋节，还佫换上正式的服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天气写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高岛地区17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好。感谢你收看这则的早起新闻，那我是志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